台南市保警大隊4月2號執行夜間巡邏，邊空發現一台可疑轎車要砸落來，結果車輛拒絕檢查，加速逃走。想不到開到無尾巷，車頂2個人車攏無礙，直接褪只腳逃走，車嘛衝入殘中。該車拒檢並加速逃逸進入死巷，駕駛與副駕駛兩人隨即棄車逃逸，致該自小客車失控掉入田埂。員警亦隨即下車追捕，在現場發現副駕駛座乘客男子，自述是透過 FB 叫車，不認識駕駛。目前先將車輛移至返回隊部，並通知車主到案說明。這場街頭對客，好個再無牽連民眾，環境甲裝備嘛無受損。警方經鎖定駕駛是外籍移工，持續查扣到案，依法偵辦。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。